新竹县5方向伫咧山区，对外交通拢是以公车为主。不过，上界重要的南清公路顶悬的10个公车站，敢若4座有单车的亮灯啊。有囡仔要去上课，拢敢若会当坐伫涂骹单车。露天等公车，手提雨伞，该设立经过车辆。天气好的时阵，大家是坐伫涂骹等公车，不论是大人去上班，还是囡仔要去上课，大家拢看会到这款画面。平常是不是晒太阳？对啊。太阳很大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办？一样在那边等啊。你们都坐在这地上啊，水沟盖这边附近。好，为什么？方便看公车来这样子。哦。然后有时候车子要从这边这样上去要过这里的时候，我会叫他们说往后坐一点，就会坐到后面一点。小朋友在这边等车，最怕碰到下雨天。下雨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些小朋友没有带雨伞。然后就会淋雨这样。当地议员讲，这条20多公里的路程有10支车牌，所以敢若有4座公车停，常常看到囡仔坐涂骹单车，安全问题让人真烦恼。这是交界处，交通安全的部分。那我想相关的设计以及安全的部分，我们会建请新竹县政府交理处一定要做好，在安全跟舒适的前提下做好规划。县政府回应，过去乡公所捌提报要设置候车亭，不过因为真侪所在算私人土地，所以来继续想办法提报计划，争取补助解决问题。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。